后来，过来是有关到台北市长的选战，真有可能代表着民进党参选的立委沈碧荣就节目讲台北上海双城论坛应该转型为无限城论坛。沈碧荣是用到动画漫画鬼灭之刃的无限城，市长蒋万安嘛用动画漫画甲恢复甲形体，讲迄个无限城敢毋是鬼王的大本营咧？ 民进党立委沈碧荣专工到立法院的议场二楼，甲民众翕相握手，被点名有可能会代表民进党出战2026台北市长的选战，对决现任的市长蒋万安。台北市长蒋万安甲中国上海市的市长蒋正伫舞台顶交换礼物，因为双城论坛双方伫对呛。 双城论坛该办不该办？其实台湾，因为台湾现在一直在走向国际嘛，台北也要跟着走向国际，所以你台北不一定是跟上海，你要台北要无限城论坛才对啊。立委沈碧荣认为双城论坛有统战的顾虑，台北作为首都应该主动走向世界，唔来去讲到动漫鬼灭之刃中的无限城，同时嘛以众山富丽连中经典的台词回应参选的声音，强调讲袂因为对手真强就惊，蒋万安嘛用动漫来回应。 这不是《鬼灭之刃》当中鬼王无惨的大本营吗？假设他要走到宇宙联邦跟钢弹一样要办这个宇宙论坛，我也不反对啊，对不对？人类的历史不断的演进下去，都会有各式各样的论坛嘛。但就回到我刚刚讲的，今天不是取消不取消的问题，论坛要有效益，论坛要有活动，论坛要有参与，论坛要有名额，论坛要有追踪，这才是我们要的嘛。 沈碧荣强调讲，论坛的重点唔是有办啊无办，是敢真正有伊的效应。 条约论点无同。如果民进党什么事情都把它当作统战，我就觉得民进党太没有自信心，怎么这么害怕呢？要我就勇敢让刀人过来，让他们来看看我们这个民主自由的社会。民进党有新秀，然后你看连那个散发的魅力。 威胁到他那种比较脆弱的一个心灵所以难免恐慌啊。双城论坛敢爱转型，哪力拢有家己的算盘。无限城的故事敢会当得到市民的共鸣？回到现实世界，选民手中一票才是上要紧的。 嗨，大家好，我是颖彤。想要来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